汉语小学堂。先生，我想会考今年的课语认证。老师，可是我不会写音标哎。人讲低得给孔桥，大得给鬼桥。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样来准备吧。好。客语是属于汉语7大方言之一，而汉语的特色就是一字一音节。什么是一字一音节啊？好，音节是由声母、韵母和声调所组成的。那什么是声母啊？哦，讲到呀，嗓母、声母就是我们以前学注音符号的时候所用的 b、h、m、f 这些符号啊。哦。只是我们学客语拼音的时候，记得哦，我们多了 v 跟 n 2个声母。那韵母是什么？韵母可以分成3种，第一种是音声韵，就是由 a、e、o、u 所组合而成的韵母。第二种呢是阳声韵，就是 m、n、为韵尾的，就是阳声韵。比如说 an、ang。再来就是由 b、d、g 为韵尾的入声韵，比如说 up、短腔，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多练习哦。好。讲完的嗓母、韵母，小宝儿同讲的就会散调诶。说到声调，在阴声韵、阳声韵，我们可以分成4种声调，就是啊、还有或者说入嗓入声就比较单纯了，就是高入跟低入而已。比如说等会哦。谢谢老师。丁丁，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哦。好。所以讲，四音强有3种情况係會有變調嘅哦。第一種就會開發，我們注音的時候要寫成開發。第二種就係國胎，你注音嘅時間要寫國胎。第3種係3月，注意沒時間，還要注本調3月。原來是這樣啊！我記得咯。好，我會記得的。你就會考100分。耶！先生，你剛剛說的我都懂了，那考試還有沒有什麼小訣竅啊？然後不過還是有幾個容易犯錯的地方，老師要特別提醒你哦。好。容易犯的錯誤：1. 書寫內容非台灣客家語拼音方案，比如說天發、學教。2. 聲母書寫錯誤，比如說呢、混淆。舉例扭捏。3. 韻母書寫錯誤，比如說陽聲韻尾 m、n、混淆。舉例擰神。比如說入聲韻尾 b、d、g 混淆。舉例行的。4. 聲調標注錯誤，比如說未標注本調，口語是說小偷，但是音標書寫時應該書寫為本調小偷。再來是標音格式錯誤，所有的聲調應該標注在韻尾後方的右上角。丁丁，剛剛教我們按讀誒，你是不是都懂了呢？都懂了。好，給下欣賞就來考我們了。沒問題。好，講這個詩要怎麼做音標書寫呢？講。聲母。雞。韻母。陽。聲調。上揚。丁丁，你很強哦。可是如果說丁丁懂講的時候，我們要注懂講。不要忘了哦，這是個變調，我們要注成懂講哦。
丁丁，按用晓得音标书写了吗？俺晓得嘞。好，一定会通过中国验证哦。我一定可以。汉语赛花堂，下课啦。暗自说，上来了。